轻松一下。凤梨蘸酒也会酸。考考大家，有2颗一样的凤梨，一颗是站着，一颗是躺着。问问大家，站住的比较甜，还是躺着的比较甜？解答是，躺着的凤梨比较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凤梨站久了也会酸哦。分享专业的解释。凤梨的甜度集中在茎柄的位置，如果照原来方式存放，凤梨尾部会偏酸，建议可以倒过来存放，或平躺放置，整颗凤梨的甜度就会较均匀。今天有关凤梨的知识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